好，大家好啊！咁今次咧，其實又冇正式話原本去呢個商場嘅，因為咁啱見到咧，就係原來超人佢嘅另一邊都話有呢個超人展覽啦，咁啊去咗另一個觀塘嘅巧明街新商場啦，咁啊 Angel 商場啦，咁啊巧明街嗰邊去睇，咁啊以為都係好似創興咁，唔知會唔會多啲嘢睇啦，咁結果就係有啲失望嘅，咁啊順便講下呢個新商場有咩睇啦。咁其實最啱就係原來佢只係有幾個圖畫俾你睇啦。咁第一就係佢只係做到一個圖，淨係一個話俾你聽，呢度係一個超人展覽，但係其實個正式嘅超人展覽咧就喺創興廣場，就唔係呢度嘅。咁邊度又冇？咁佢咧仲有有一個三個 SD 公仔 Q 版公仔啦。咁第一個就係超人吉田啦，咁啊 Q 版 SD 公仔啦。咁第二個就係Zero 啦。Zero 嘅超人嘅大一個氣球吹氣公仔喺度啦，咁最尾一個就係巴魯坦星人啦，咁巴魯坦星人咧其實就已經係比較少再喺超人度結束，因為我覺得佢已經再冇呢個進步嘅空間啦，可能就出現其他怪獸啊，咁巴魯坦星人就我哋舊一輩嘅超人迷咧就會清楚啲，咁新就冇啦。咁啊，其實跟住呢個咧就係再話翻俾你聽，佢喺邊度展覽啊個圖。咁就呢個商場，如果你係一個模型迷或者咩嘅，或者去玩咧，咁我覺得其實都 OK。咁佢都呢個新嘅商場咧係Angel 商場咧就喺巧明街啦。咁如果就咁睇翻咧，都叫幾多嘢食嘅。咁你可以去淨係去食肆，因為好多都未開，咁咪變咗開得幾間鋪頭。咁佢上邊除咗Lamco 之外啦，咁樓下嘅超人迷睇完咧，其實就冇嘢睇嘅。咁上面除咗間Lamco 俾你夾公仔啊、夾嘢食之外咧，咁如果你係一個模型迷同一間玩具鋪咧，咁我覺得其實你喺同一層咧，你可以上去睇下。咁你只可以一層，咁睇翻你係個模型，同埋佢嗰度有一個好大型嘅比賽卡場地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你係一個卡牌迷啊，或者係一啲對卡牌好有研究嘅人咧，我覺得你可以去嗰度去睇下，因為嗰度差唔多每一個譬如 Pokemon 卡啊、龍珠卡啊、高達卡啊、海賊王卡，其實佢都有一個好大型嘅卡商場喺卡嘅鋪頭喺嗰度，咁你亦都可以買翻唔少嘅卡啦，如果你中意，亦都佢應該會定期去俾人舉行比賽。咁我當時去到就啱啱進行緊高達嘅比賽啦。咁你 download app，如果你一個卡牌迷，我相信你會清楚啲。咁另外一方面就係如果你去呢個商場嘅話，我覺得你去一個玩具迷啊，去睇一個佢都有成層大部分嘅一個模型公仔啊俾你睇，連埋個卡鋪頭。咁我覺得係我都可以值得去一下。咁啊，如果你係喺觀塘去開觀塘啊，除咗行 APM 行到厭晒之後，咁我覺得呢個巧明街亦都係 Angel 商場，亦都係可以值得再去暫水下啦。不過咁當然啦，因為佢啲鋪頭都未開晒，咁我覺得如果你話等佢開晒嘅時候，相信會造成另一個觀塘嘅新地標啦。咁可能會比APM 或者其他會更加適合我哋一啲普通人去睇，因為 APM 可能只係會一啲商場啊，就冇少一啲玩具。咁希望如果正式嚟講呢一個Angel 商場新開之後，第時開晒之後，可能希望會做一個新嘅玩具商場啊，或者模型商場俾大家睇啦。拜拜。